来关心民众党的郭文哲，昨昏是去金门拜票，伊有签动意思，讲伊支持金门下门去大桥的公投。也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昨昏是去高雄邮票，伊发出讲少年人买厝免投机款，而且嘛讲囡仔下课政府来顾，佮强调讲伊若选调就会随做。也那民进党的萧美琴昨昏是去参加台湾转型8年的新册发表会，俄罗总统蔡英文的执政的成绩，嘛讲因会继续延续落去。 全力支持柯文哲。签同意书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表明支持金华大桥公投。郭文哲则是到金门沿路邮票强化立场，未少支持者要求做伙翕相。前一暝郭文哲伫专访谈论两岸关系，讲会甲中国讲九二共识已经歹名声，是不是换名来解决？郭文哲表示需要双方协商沟通。不管内容怎么样，当那个标题已经烂掉的时候，或标题大家一听就不喜欢，也许应该换个名字。 应该是双方透过这种彼此的协商或者说彼此的沟通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为高雄开始坐车拜票，到民进党的大票仓冲南部选情。侯友宜进前提出青年买厝免1500万头期款，课后照顾免费政策引起议题，暂时搁加度，表示当选了后就会随实施，上紧就是明年。当选以后，到520之前，我们的交接小组。 会把这两项列为优先处理的重要项目，所以我明年当选，在明年立即会实施。在做研判、在接轨的非常关键的时期。那未来几年我们还是必须要继续承接这样子的一个主轴跟思维，去看待一个快速在变化的世界。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14时出席蔡英文甲台湾转型8年新册发表会，讲这几年蔡英文的政绩，也有2个人做伙做代志的经验甲改变。萧美琴表示，世界在变真紧，拢爱事先做好准备，才会当面对管控风险，也以这项来争取选民的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